禮儀憲章3，梵蒂岡第2屆大公會議禮儀憲章第1章整頓及發揚禮儀嘅總則2。禮儀憲章特別着重推行信眾主動參與神聖禮儀。大公會議重申，基督信眾藉洗禮而成為特選嘅種族、皇家嘅司祭、聖潔嘅國民、獲救嘅民族。禮儀係信友吸取真正基督精神嘅首要泉源。教會切願所有信友能夠完整地、有意識地、主動地參與禮儀，因為呢一個係禮儀本身嘅要求，亦都係基督信眾嘅權利同埋義務。禮儀行為並非私人行為，而係教會嘅典禮。禮儀行為屬於教會全體，表達教會全體，並涉及教會全體。教會嘅每一個成員按其聖秩、職務同埋主動參與嘅程度唔同，佢對禮儀行為嘅關係亦都唔同。喺禮儀慶典中，無論係聖職人員或者係信友，每人按照事體嘅性質同埋禮規，盡自己嘅任務，只作自己嘅一份，且要作得齊全。喺適當嘅時間，保持嚴肅嘅靜默，更係信友主動參與禮儀嘅要素。教會牧者應該以言語、以榜樣，教導信友們點樣虔道禮儀生活，呢一個係分施天主奧蹟嘅重要工作之一。梵二大公會議願意改革同埋發展禮儀，以適應現代嘅需要。不過，整份禮儀憲章並冇直接改變禮儀形式，只係為整頓禮儀設定咗總則同埋一啲規範，並賦予各地主教團權柄，制定適切嘅禮規。大公會議申明，管理聖教會嘅禮儀只係屬於教會權威機構。任何人士，即使係司鐸，決不能擅自增減或者係改變禮儀嘅任何部分。原來禮儀含有唔能夠改變嘅成分，佢係由天主所建立嘅，但係亦都含有可變嘅成分，佢係可以隨時代而改變嘅。如果有不甚符合禮儀本質嘅成分，或者係唔能夠適應時代，就必須加以修改。教會喺修訂禮儀嘅時候，需要先作神學、歷史同埋牧靈方面嘅詳細研究，仲要考慮到禮儀嘅構造同埋精義嘅一般原則，而且呢一啲改革必須為教會係有真正確實嘅利益。禮儀既係為敬禮至尊嘅天主，亦都包括住訓導信眾嘅作用。舉行禮儀嘅時候，聖經誦讀同埋講道就係傳播天主嘅奇妙化工。大公會議肯定喺拉丁禮儀內，除非有特殊法律規定，就應保存使用拉丁語。但係與會神長亦都承認喺禮儀中使用本地語言為民眾係有益處。呢一項決定隨即受到各地嘅歡迎，以致喺地區主教們同埋宗座嘅指導下，一切有會眾參與嘅禮儀都獲准以本地語言舉行。只要保存咗羅馬禮儀嘅基本統一性，教會願意為唔同嘅團體、地區或者係民族留下合法嘅差異同埋適應嘅餘地，無意強加嚴格一致嘅格式。大公會議亦都為教區同埋堂區內培養禮儀生活提供指引，並且鼓勵喺教會內推行禮儀嘅牧靈活動。下一個主日，我哋將會繼續介紹禮儀憲章，認識梵二對教會禮儀改革嘅指引。聖堂刊物架亦都擺放咗禮儀憲章嘅單行本，歡迎大家攞返屋企細讀。大家亦都可以登入本堂網頁，學習連影片嘅選項，重溫已經播出嘅梵二簡報。